不管是你不愿意娶他的女儿，还是他不想嫁给你，结果都是他不好。所以呢，我的宝贝儿子，你就安心吃饭。今天最该担心的人是童之行，因为明天将决定他是我们的对手，还是伙伴。没事啊，妈咪，一念怎么会拒绝我呢？对不对？放心吧。嫁给我儿子，我不会亏待他的。妈咪已经准备了一份大礼物送给他呢。陆父还没下班啊？哦，还没。陆子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好，明天见。再见。向美哥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的脸就是通行证啊。明天就是9月4号了，你一定很紧张吧？听说在这一天你要和华彩对着干。你又想怎么样？你应该知道，沈康琪已经找我去参加华彩旗舰店的宣传活动。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随时可以在你们杨浦路的卖场出现。条件就是我要离开统一念，然后跟你在一起，是吗？这是你说的。你不是已经答应嫁给沈康琪了吗？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你的未婚夫呢？这是我们2个人的事情，你可以不用管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那你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。那我们明天就拭目以待吧。你，莹莹，以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我这个人不会后退，只会前进。既然你已经放弃了我给你最后的机会，那就不要怪我翻脸无情。这么晚了还喝咖啡，不睡觉了？唉，反正也睡不着。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。你今天喝酒了？我戒酒了。那就是又赌输了。输了多少？能告诉我吗？大哥，这么久以来，我在你的心目里难道就是一个赌徒吗？要讲赌，我那也算是小赌，不过区区300-500万，你比我赌大得多了。你的赌注可是整个公司，还有你的女儿。我早就感觉到了，你最近变化不小。好，说吧，有什么话就都说出来。依依的生日马上就到了，我这个当叔叔的怎么也应该拿出点诚意来。我要送给侄女儿一份生日大礼。我把我的股份卖给陆向北了。为什么要卖给他？一直以来，你说我蠢。可是我觉得你比我蠢多了。你把陆向北弄到了完美集团，我多次的提醒你，可你就是不听。依依当着所有人决定不嫁给岑杰西了，你不觉得到时候你就完了吗？他会输得很惨。弟弟，你不该背叛我，唇寒齿亡。我玩完了，你会怎么样？我这不叫背叛，我这叫识时务。你把公司的钱全部赚走了，是你毁了完美集团。我这么做不是明哲保身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的哥呀，你的毒胆真够大。可是你忘了，勾引是需要实力的。
可能啊，会为了爱情出卖友情啊？是吗？你那么喜欢杰西？可是我看他没有死心的样子，没有我的份了，我就怕他破坏你们。你放心，过了明天一切都会没事的。哎呀，看来明天非比寻常啊！当然了，明天呢，先到卖场开业庆典，然后晚上是晚宴，再然后。来了。欢迎光临。别忘了，我也是华彩的一员。阿姨，今天赢的一定是我。莹莹亲自出马，那陆湘北再有本事也赢不过我。哎，今天的头版头条啊，一定是我们。哎，什么声音？董事长，对面来了辆消防车。啊？什么情况啊？难道说还没重新开业就又着火了？董事长，过来这边看一下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走。各位观众，我就在完美集团的卖场。众所周知，这个卖场前不久刚刚经历了一场火灾，今天是他们重新开业的第1天。完美集团请来了消防人员为我们现场实行一次火警练习。让我们去采访一下完美集团的负责人陆向北先生。各位都应该知道了，我们的卖场呢曾经经历过一次火灾，损失非常惨重，所以我们从中吸取了教训。今天很荣幸，请到了专业的消防人员为我们做一次消防演习。一方面是希望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个警醒，另外一方面呢是希望可以给各位市民示范一下怎么在火灾里逃生。听说陆总为了这次卖场的开业，还请来了一位助阵的嘉宾。的确是的，要不我们进去看看。我们就这么输了。妈，那个陆向北请的是杨。哦，莹莹，没关系，这次是意外。对啊，你不要计较这么多。中国明星这么多，他找别人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没想到他早就计划好了，他宁愿请别人也不会请我，我真是自取其辱。莹莹，你也不差呀，外面这么多粉丝等着你呢。莹莹，别生气，你跟康琪。对不起，我不太舒服，我先走了。莹莹，你干什么？我刚刚已经够丢人的了，你还出来看我笑话？不管别人怎么看你，反正我是不会嘲笑你的。你别说了，我在里面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。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？也许你觉得无所谓，可是我不喜欢被人比来比去。这件事一定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一定会让陆向北好看的。你真的要报复陆向北？
除非他跟我道歉，求我回到他身边，否则我会让他更难受。英英，喂，小北，姐出警报，英英走了。赢了，知道了。那接下来我怎么做？哎，你帮我去依念生日宴会的那个会场看一下吧。我已经找了一家公关公司去安排。明白，这就过去。好。谢谢啊，这次多亏了你的帮忙，要不是亲眼看到你，我都不知道陆湘北有一位这么像明星的朋友。这次多亏了你的帮忙，真的非常感谢。能碰到陆湘北是我的荣幸，他是我一位最特别的朋友，我祝福你们。谢谢，不客气。那路上慢点啊，来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这是张姐，这是梁妈。梁妈你好。你好，请坐。哎。你不是说有人想买这个店吗？人呢？啊，他平时挺忙的，这些事儿都是我帮他打理。你放心，您开的300万，我朋友都准备好了。师傅，好多钱啊！你的朋友不准备还价吗？我朋友在乎的不是钱，况且我听一朵说，您这么急着把店转让出去，也是等现金急用。既然我们双方都这么有默契，不如就尽快交易了。可是，哎呀，别可是了。你看张小姐那么有诚意，把钱都带来了，签约吧。梁妈，我朋友都已经在合约上签好字了。等一下，只要你肯签字，我们就一手交钱，一手交店。哎，怎么全是英文啊？师傅，要不找陆经理回来看看？一念也行，他英文好。不用了，要是他们2个人知道了，咱们这个店就卖不出去了。你说的对，既然你已经把钱带来了，这么有诚意，我就签吧。哦，这是房产的文件，你先看看。好。那谢谢了，梁妈。好，谢谢。好。一念需要你，我需要一念，你也需要我。难道你想把完美拱手相让给杰西卡，然后带着那笔钱远走高飞，当一辈子的逃犯吗？这件事儿让我好好想想。一念生日之前，我希望你给我一个答复。卖场开业的那天，我也要看看你的实力。一言为定。董事长，陈太太来了。就说我不在，说我出去了，你让他。我来了，你就别躲了。陈太太，我这正准备出门呢，啊，给陈太太倒杯咖啡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话你没听到吗？给陈太太倒杯咖啡。陈太太需要咖啡吗？虽然我在国外住了那么多年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喝普洱茶。童之行，你就别再为难我的人了。的人。童一念的生日会准备的怎么样了？
都准备好了，晚上7点开始。非常好。哼，闹了半天，他是你安排在我身边的人。好啊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个位置早晚都是我的。这些年来，你对公司做的一切我都一清二楚。没错，他是我的人。对不起，董事长，很感谢您这么多年对我的信任。您在开曼群岛注册那家公司，还是我亲手办理的。你可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一个人过来？因为我真的不希望我的儿子看到他未来岳父的这副丑态。这些年来，你对完美集团做的好事真的不少，可坏事你也做尽了。董之行，我对你真的很失望。你把公司弄得体无完肤，如果消息传了出去，别说是业界第2，恐怕一夜之间就被挤出家电市场。我师父早就提醒我，说你们岑家的人心计太多，可我还是低估了你。哼，尽管如此，岑太太，这个位子我也不会轻易让给你。你把公司的亏空补上了再说吧。哼，如果我能有钱填上这个窟窿，还会在这坐以待毙吗？实话告诉你，那笔在海外的投资现在血本无归，这一点，我的秘书里的人他应该很清楚。其实你也不是完全没有棋子在手。我可以给你一个最后的机会，只要今天晚上的宴会，你的女儿宣布嫁给我的儿子，今后我们还是朋友。陆总的意思是把东西尽量往那边放，然后出口不要堵住，让客人进来。好的，马先生。这么早就有客人来了？小马哥，这么巧啊？其实我真的没想到你会是陆向北的人呢。这宴会还没开始，你是不是来早了？是来太晚了。早知道的话，我就应该早点回国嘛，这样陆向北就没有机会跟我争1年了。我已经跟你们的上司打好招呼了，这里不需要你们，你们可以离开了。孙杰西，你搞清楚，这里是完美的地盘，而且这家公关公司也是我们自己人。什么自己人？我已经把这里给包下了。今天是我未婚妻的生日，我要亲自布置会场，所以这里也不需要你了，小马哥，请你离开吧。董叔叔，我看到电视了，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？当然非常满意。那么，有了一个这么能帮忙的女婿，我还担心一个杰西卡吗？啊？谢谢童总。哎，找你找半天，来喝点东西吧。谢谢童秘书，我自己来。这是我应该做的嘛。哎，从来没试过这么辛苦还这么开心，今天算是大获全胜了。那怎么样？跟着这么有才华的领导，是不是很过瘾啊？当然了，我们今天算是做到了小鱼吃大鱼。这么小小的一间卖场，就赢过了对面的华彩旗舰店。身为完美一员，我还挺自豪的。不过呢，跟着这么优秀的领导工作很辛苦的。那怎么办？要奖励呢？哎，我给你那个戒指呢？在啊，看看。每天都戴着呢。看看，看一下。
啊，还好，保存的还算不错，有点褶。喂，每天都带在身上的。我知道。哎，不好，这样放在你那儿太危险。放盒子里吧，放盒子里面好，安全。那。你什么时候放进去的？涂一念小姐，嫁给我。好浪漫啊！你知道吗？刚刚啊，你爸打电话给我，说什么？我的未来岳父刚刚表扬我了，说我今天做的特别好，他特别满意。这么急着想娶我过门啊？哇，这么晚了，你还没换衣服啊？你也没换呢。你没换啊？那赶快去换吧。那你等一下有人来接我，一会儿宴会见，好不好？行，我回去把我的战袍换上。好了，走了。喂，爸。依，爸爸很想见你，你能回来一下吗？什么事啊？你要还当我是你爸爸？你现在就回来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发生什么事了呀？爸爸，向美不是说卖场的事，你特别高兴吗？是，本来我应该高兴的，可是这些事儿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爸爸想见你，能见你最后一面，爸爸就心安意足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越听越糊涂了。我只等你30分钟，希望你不要带任何人来，我只想见你一个人。我马上回来。喂，你什么时候到？陈杰西带了一帮人来，想搞破坏。哦，行，我马上过来。外公，要去哪儿啊？今天是一念的生日。小梅，如果你坚持要去同一念，你一定会后悔呀。莹莹她不会放过你的。外公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后悔的。而你，永远都是我最亲爱的外公。我走了。哎。跑来这儿干嘛呀？吓死我了！宁儿，我知道你会回来的。依，爸爸问你，想你妈妈吗？我也想啊。
妈妈已经离开我们10几年了。爸爸这一辈子只爱过2个女人，一个是你妈妈，另一个就是你。记得你妈妈在临终前躺在病床上，一只手紧紧地拉着我，想要跟我说什么，可是半天只说了2个字：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，他是对你放心不下。于是我跟他说：“你放心，依依有我，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会把女儿带大。我不会让她受委屈。在她结婚之前，我绝不会再娶。我向你发誓。”听到这儿，我看到你妈的眼睛闪了一下，她的手慢慢松开，安静地走了。那年你才7岁，行了，我对你妈妈的承诺已经做到了。我知道，我仍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。爸，怎么好端端的突然想起说这个了？人的一生会犯很多错误，但有些错误是不能犯的。一朝起错，全盘皆输。前几年我在海外做了一些投资，可是因为金融危机，害得我血本无归，不但没赚到钱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爸爸现在已经是走投无路了。爸，没关系的，什么事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啊。你可千万别瞎想啊！爸爸要是有个3长2短，那依依可怎么办啊？依依，现在能救我的只有岑杰西的妈妈岑太太。唯一解决的办法，就是你离开陆向北，嫁给岑杰西。爸爸，你为什么要阻止我的幸福啊？让我嫁给一个我不爱的人呢？那好，都是我的错。既然你不想帮我，我也不想麻烦你，我自己解决。这杯毒酒，我喝下去，1招2战。爸，别掐！你放手！爸爸，你干嘛呀？什么死不死的？生意不行了，大不了我们把房子、车子都卖了，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嘛。有什么要死的呀？我和陆向北商量商量，我们2个努力工作，还养活不了您啊！从头再来，哪那么容易？从一个家电厂的小学徒混到今天，一个董事长，我花了20多年的时间，我再没有机会了。而且我的性格你知道，我是宁可死，也不愿意求别人，也不愿意服输。所以爸爸现在只能求你，爸爸求你，离开陆向北，嫁给岑杰西。那就要葬送我的幸福吗？你还是不肯离开他？你认为他很爱你是吗？是。你错了，他一直都在骗你。他来完美集团是为了报仇，他骗取你的心就是为了打击我，置我于死地。他不会这么做的。那好，你自己听听吧，他亲口说的。我承认，我进完美是为了报复你，报复童家。一开始我是利用依依，根本不爱你，一直在欺骗你，一直都在利用她的善良。别犯傻了，依依，你太单纯了。他一直在欺骗你，他根本就不爱你。他不会骗我的。你要是还不信，就自己问你叔叔吧。
样，大哥？叔叔，爸爸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爸爸终于告诉你了啊，你呀，叔叔早就告诉过你了，让你离那个人远一点，可你就是不听。你知道吗？陆向北这个人简直就是卑鄙无耻啊！他为了进入咱们完美，为了讨好你爸爸，他就要挟人家沈康琪的姐姐，啊，逼得人家沈康琪的姐夫退出了家电协会副会长的竞选。还有更明显的，陆向北和他那个外公，那简直就不是人。人家陈太太老公就是被他们活活气死的。他为了打击你爸爸啊，想方设法欺骗你的感情，啊，我都怀疑当初你跟沈康琪分手啊，是不是他搞的鬼？是真的吗？依依呀，叔叔知道你善良，可是你也不能永远做一只温顺的小绵羊啊，是吧？陆向北这个人简直就是一条披着人皮啊不披着羊皮的狼。啊，对了，他还逼着我签署了那个股份转让协议，非逼着我把我的股份转让给他。这件事他杨公也在场，估计他外公也知道了。他们一家人没一个好东西。说得好，这番话深得我心。慢慢吃，我说过这一餐我请。多谢陈太太，这家的牛排真地道。依依，你要坚强点儿，爸爸也是没办法。我不相信他会这么说。你要清醒点。陆向北不会爱任何人，因为他心里只有恨。他能够给你，就是完美集团董事长的位置。你不能再被他骗下去了。不可能的。那他为什么还要向我求婚呢？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吗？梁妈，不是我在说你，那么多钱你随便装个包就出来，你这吓死人啊！等一下。好，吓什么吓？你小点声，没小偷也让你给招来了。哎呀，你别怕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包里可是有秘密武器的哦。来，你看，喏，有，还有。你带这些东西干什么呀？你小偷没吓着，你把梁妈快吓死了。哎呀，你放心，如果真来了个小偷，那我刚好可以当个街友的好市民啊。来，拜托，一个姑娘家出门带这些东西干什么？你淑女一点好不好？你看你那样子，我怎么带你去参加宴会啊？对啊，我都忘了，一年邀请我们参加宴会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打扮。哎呦，好了，你不要打扮我了，把你自己打扮漂亮点吧，省得带出去给我丢人。怎样？觉得我挺好的。My God 啊，这还叫挺好的？早知道我直接请个男生当徒弟。哎呀，我去看看这个钱藏在哪儿。张姐，停车。莹莹，你约我出来有什么事儿吗？外公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不要吃惊啊。怎么了？你听。你不是说有人想买这个店吗？人呢？啊，他平时挺忙的，
你放心，你开的300万，我朋友都准备好了。是梁妈。外公，您别着急，继续听。好多钱啊！哎呦，这个柜子没个地方放钱呢。哎呀，箱子里全是东西。哎呀，哎，看看这里放什么东西。外公，你没想到吧？梁妈把餐厅卖了，而买主就是我。梁妈她把餐厅给卖了。但我听向北说过，这个餐厅对她很重要，是她过世的丈夫留给她的，她怎么会把它给卖了呢？我不管他是什么人，谁让他老是撺掇向北哥和童一念在一起的？我咽不下这口气。现在好了，我有了这张王牌，如果他肯站在我这边的话，那餐厅我双手奉还；如果他不愿意，那就不要怪我翻脸无情了。莹莹，虽然我很赞同你把向北夺回来，可你这么做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过分？外公，您不知道，向北哥对我做的事情，那才叫过分呢。我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。箱子夹层里有一封信，是向北妈妈写给向北的。你看，宝宝亲亲。亲生妈妈写的。嗯。哎，我们打开看看吧。哎，这是写给我儿子的，别人不许看。哎呦，又没有封口，你不说我不说，谁知道啊？而且电视上不都这么演的吗？说不定里面有藏宝图，这样你的餐厅就不用转让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呦，财迷心窍你！这是向北妈妈写给向北的，我要给儿子保存好，谁都不许看。这不是为你好吗？不看。依依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咱们该出发了。爸爸，我想自己待会儿。我知道，你心里还是放不下的。爸爸，你能不能先出去，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啊？要不这样，过了今天晚上，我的意思是，先让我对付了曾太太，咱们再想别的办法。看着你这样，爸爸心疼啊。爸爸，我是童志行的女儿，我叫童一念，这点是不会变的。陆向北是我们童家的敌人，也就是我的敌人。可是，生日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没有时间了。我知道，爸爸，我能不能出去一下？你这样一个人出去，我会担心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我答应过您，我不会做傻事的。这样，不管你去哪儿，我让司机送你过去。嗯。陈先生，这件花您还满意吗？好啊。一念不喜欢玫瑰，他喜欢的是百合。
过1秒，我可能就要崩溃，忍不住的泪水依旧枯萎。什么是我要的结果，已无所谓。现在只想放下一切，安静的睡。梦中的梦曾经无数次去追，可最终的选择一路向北。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已无所谓，现在只想丢掉狼狈，不再后退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。你的安慰是最后最美的完美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。你的安慰是最后